就我觉得是一种我们自己在回校园分享，或者我也常回大学念政大，回政大演讲的时候，我们聊到的就是说，这是一种可能是教育社会的创新。就是可能大家传统看到教育系就会觉得说啊，毕业之后一定是当老师，不管是哪一个学习阶段，但是应该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形象还蛮鲜明的。可是其实教育工作的实践在真正的现场有很多种类型，像我们的话像是教育非营利组织，那现在也有很多出来做教育社会企业或者出来做实验教育等等等等，其实都蛮多元的。那我觉得都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在读大学的这些学弟妹，他们也都可以认知到说，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实现的，只是你要怎么去想办法把你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落地这样。运动属于嘛可以参考哈，因为台湾好像参考的并不多。那你自己好像等于是自己有点单枪匹马去闯吗？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我觉得是耶，我觉得刚开始初期都是土法炼钢啦，都是比如说这次我想送物资，我就去联络海运公司，然后问他我们需要这些钱，那我们就去尽量募款凑到这些钱。那都是要做了2-3次以后，甚至遇到一些问题以后，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去请教有哪些单位其实做得很好。台湾其实有很多公益组织在海外的工作都推展得非常非常厉害。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跟他们请教送物资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我们实际在当地，我们现在有办学校，那怎么样去跟当地让这件事情合法化，让这件事情具有永续。那这些我们就会去跟一些这个圈内的前辈去请教。那到后来超过了3年，超过了5年之后，我觉得我很大的心思都是放在组织的经营，尤其是财务面。就是你会开始意识到说，我们的整个年度预算要怎么样去评估，其实就跟开公司一样，虽然你是社福单位，但你一样还是要去想你这些每个计划大概会占多少预算。那你可能会跟政府申请补助，你可能会跟企业合作，或者你可能会跟其他公益组织一起来执行一些案子。那你要怎么样确认你的量能可以做这些事情？因为还是要照顾到一起工作的这些伙伴。